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s Ella， 今日嚟教大家做排句成段嘅問題。排句成段好多時候都要全對才給分，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做啦。做排句成段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按照時間排序，留意下句子入面會唔會有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呢一啲字眼。第二，我哋可以留意下句子入面會唔會有首先、然後、接着、最後呢一啲字眼去排順序。最後我哋可以透過因果順序留意下句子入面有冇因為、所以、雖然、但是呢一啲字眼。我哋嚟睇第一題，春天終於到來了。我哋見到春天係一個時間詞，先圈起佢。第二句，感受春天帶來的氣息。咦，呢度都有個春天喎，但係前面多咗個感受，究竟係邊個感受呢？小草露出青綠色的小頭，呢度有一個名詞咯喎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知道 A 會排第一，因為有春天。然後 C， 小草露出青綠色的小頭，感受春天帶來的氣息。咁我哋就完成咗一題嘅排句成段啦。第二題就交俾大家試下做啦，知道答案嘅小朋友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啦。